台南是一个非常倾听青年声音的城市了。倾听青年声音，好像感觉上很容易，就是倾听青年声音，把青年朋友找过来，就是倾听青年声音。其实不是，那里面呢，其实我们要做的事情非常的多。其实最困难的地方就是怎么样去截取这些使用者的需求哦。那使用者的需求呢，要不他们就不知道他们的需求是什么，要不就是讲出来我们听不懂，或者是说他不会描述。所以呢，我们要一场一场办这样子的活动，然后让青年的声音真正可以到我们的市府里面，然后形成一个政策。我比较有兴趣的是，就是公共参与这个部分，因为就是我会希望让民众可以就是让声音能够出来，就是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其实是一个还蛮具有。就是蛮棒的一个活动，因为我们可以将青年聚在这个地方，一起来讨论对于台南的事务啊、台南的政策，或者是台南的未来，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他们想法是什么，把大家聚在这边一起来讨论。然后更开心的是，因为研考会的伙伴们也都在现场，所以呢，让市府的伙伴可以将民众的声音带回去，然后一起来研拟这样的政策。我觉得这样的活动是非常有意义的。青年画未来，然后青年到底玩创新呢？我觉得。真的是蛮创新，就非常的感动，就是台南的一些青年事务，它有渐渐起来。那我觉得希望可以就是连接更多这个圈子里面的人，那可能大家都来参加 Open Space 啊，或是世界咖啡馆啊，各种模式都把它体验看看，可以让就是这里的青年事务的发展可以更健全，更有一套自己的系统。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其实对台南市政府，我们很多施政的这个讯息的流通，要双向的交流。其实很多年轻朋友都会来市政府的网站，或者说市长个人的脸书，留下许多宝贵的意见啊。那过去的意见很多都是在交通的问题了，因为我们是古都很多当初的城市规划的设计就是相对的，就是道路的宽度啦，或者是住宅的密集原先没有那么多，这个现在有这么多人口聚集在城区里面，自然会产生相当大的这个汉格所以说我们觉得很多公共政策的推动需要更多双向的沟通。现在很多年轻朋友，其实他们的一些公共政策的参与或是对于居家附近的生活的环境的营造，他们有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意见。大家能够把许多议题能够丢出来，让很多好朋友大家一起来集思广益。实体的参与、虚拟世界的参与都非常重要。那也期待我们借着这样的活动，我们期待来继续这样子做，能够让我们许多议题借着这样的机会浮上台面，那跟大家一起做一个互动交流。你好，是各位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视新闻，下面有一连串的新闻报道，带大家做回来关心。全国第一个制定低碳城市自治条例，就是咱台南市。台南市气候紧急宣言提出，2030年真正爱打造永续发展的环境。18号全台第一座碳中和中油加油站伫台南前锋站正式收整，同时嘛是全球第一座采用 PS 2060规范的加油站，经过 BSI 英国标准协会的认证，今日举办收整典礼。创下了好几个第一。那今天是全台湾第一座碳中和加油站的一个受证。那我想今天有很多贵宾会来这边共同见证这个历史性的一刻。那这个碳中和加油站，它是透过 PAS 2060这样子一个组织碳中和的程序的一个认证由 BSI 来做一个第三方的一个认证。那我们经过详细的一个盘查包括盘查它的排放源，还有它的数量，那用了很多方法包括去算它的用电、用油、用水，还有再生能源的一个发电量，然后再加上我们提出的一些减碳措施那最后算出它的剩余的
碳排放的量。那这部分碳排放的量，我们就去在地的一个地方，我们去取得彰滨的一个风力发电它的一个绿电所以这样子完成台湾第一座PAS 2060碳中和的加油站。台南市长黄伟哲嘛到现场感谢中油公司选伫咧台南来执行组织碳中和的认证，打造全台首座碳中和的加油站，同时嘛响应台南集团城市的理念。这个节能减碳订定了碳中和的这个计划，详不详实，够不够，达不达得成，会不会太少，会不会太多，会不会达不到，大家讲半天。但是我特别看到了，实际上开始做了，中油真的是做的最好，而且是实际开始做了，不是只是在纸上计划，在议论纷纷。那我们知道，碳中和是福国利民的，对世界人类是有这么大的帮助，我们不能不做。那从哪里做？从前锋站开始做。就像妈祖也是保境佑民的，妈祖出巡前面一定要有前锋官的。好，那我们节能减碳就是从前锋站开始，很乐于看到我们中油已经有好几个站，包括在花莲，包括在嘉义，好，都有好几个站也开始在做。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地方政府一定全力来配合。搁要来到的4月22号世界地球日，市长希望大家会当做伙来关心地球，对这摆中油的碳中和加油站表达真悬的肯定，对平时生活中开始习惯，会当节能减碳，以目标打造环境的永续。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台南市总共有649个里，不过活动中心才503个。议员陈义珍上午透过民政局的业务报告加质询，关心北区正觉加圣安活动中心的兴建进度。虽然正觉里活动中心明仔载就要动工，不过亲像圣安社区的活动中心，虽然早就核定，不过却一直还未动工。询问北区公所目前的进度。明天也是我们的喜事，就是明天是我们的正觉里活动中心要动工。好，对，那正觉里活动中心明天动工之后，大概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正觉里活动中心，应该也是112年要完工，但是也是要到113年才能够进驻。好，那我想这个都是地方期待很久的哈。那另外就是我们之前也一直讨论到的这个圣安社区活动中心哈，因为其实它核定的更早哈，但是到现在其实都还没有听到说什么时间要动工哈。那我想里长还有地方的居民也都非常关心，那这个案子目前的进度是怎么样？它什么时候可以开始动工？是跟议员报告那个，因为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这个案子要送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去审查，那现在目前已经审查过，我们在3月25号有提送那个修正的计划，那4月25号要完成西部设计，那在西部设计完成之后，我们就准备可以上网开始招标。那当然西部设计的部分还要再多的讨论。好的，那所以区长，我们打算圣安社区活动中心这个地方预计什么时候可以来动工？应该如果速度快的话，赶在今年之前。今年很快要过去了哈，然后今年是选举年哈，大家都有压力哈，所以我想时间点上哈，我想核定的经费它核定的其实蛮早的哈，但是可能有一些因素啦哈，所以里长也一直在问，地方也一直在问哈，所以而且他们过去活动区使用率其实很高哈，所以其实现在大家没有这个据点来讲，因为附近很多长辈啦哈，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时间上在加快哈，务必今年一定要动工啦哈，尽早动工。除了关心活动中心的兴建进度，另外甲民政部门相关的就是年底选举。这位议员以民政局兼选务的工作，除了要求各区公所要谨守行政的中立，另外伫活动公告的通知嘛，应该一视同仁，绝对袂用有政党之分。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南一中为了庆祝100年校庆，不止出版特刊、拍摄纪录片，更新建全新的校史馆。校长廖才固表示，德远8冬，感谢所有一中人的努力甲支持。因不只是要传承南一中8冬的精神甲基业，更要为后一个8冬扎根。我们的校训诚、惠、健、义、美所启示的5育均衡发展、多元
表现的理念，是100年来教育的特色。校歌里面的歌词，从在地出发，展现仁者心系天下的胸襟。相信大家对于最后一句“海南一中，五福真成功”，一定都是大家心中共同的回忆。100年校庆的今天，我们感谢历届一中的师生校友，以斐然的成就，将校训和校歌的精神化作实际的行动。100年来，不管是在财经、法政、艺文、科学各领域，都有南一中校友做出巨大的贡献。在8档的校庆活动当中，校方特别规划一中家族的奖项，只要是家族内底有上侪一中人，经过报名统计后，校方会制作奖座，鼓励因传承一中的精神，并邀请市长黄伟哲担任颁奖贵宾。典礼即天，校方嘛邀请真侪贵宾好友登来到母校演讲。有前总统陈水扁、前立法院长王金平等各界重要人士，也拢出席校庆。大家一定拢总会当甲我同款的感受，自由西方在台南一中，自由到什么程度？我会记得高三的时阵，有一班过半。差不多26个同学班长带咧，去地都戏院咧看日本出的迄款的爱之秋的色情电影，有够潮的，一班过半班长带咧看。阿扁前总统也毋忘咱一中持续文武人才，互一中不只是台南的一中，更是台湾的一中、全球的一中，并祝福母校校运昌隆。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对了，台南市原创站来到东区崇学路段的餐饮店，议员接到民众陈情，的民众表示，因为餐饮店的油烟排放湿地影响到周边的空气品质。伫咧去年16月去做了健康的检查，认为因为油烟的排放来影响到健康。好，这次是因为民众这个苦不堪言附近的邻居因为业者他们排放的这个烟囱的味道，每次到了用时时间苦不堪言，那长久来没有办法再忍受。那因为有屋主因为去医院检查才发觉。身体在肺部的部分已经产生了病变，那医生已经严重的提醒他要注意空污的问题，这个屋主大家才跟我澄清说，这个部分一定要求他立即改善。再加上业者他们在台北那边也一样的情形，有一样的情形被开罚。那我们台南这边我们也希望他们发挥社会的责任，社会企业的社会责任，那应该要立即的去改善这样的一个空污的一个情形，不要让居民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存在，赶快，现在的空污的问题是大家最重视的健康的问题，不要让这个油烟味造成大家的一个整个造成一个2度的污染跟干扰。陈真人伫咧现场嘛出示到病院检查的收据。另外，陈真人的校史嘛出示餐饮店所提出的协议书，并实际带着议员和环保局的人礼拜到厝内，透过亲自探勘，会当更了解实际的状况和原因。第一次我听到我们隔壁这一家，他说他们是地牌，我以为是他地牌，结果他开业到12月我感觉身体不舒服，我就去找他们店长，他们店长说，我说是你们这个不是地牌吗？他说不是，我们在往上面，然后我去因为他前面是黄布嘛，那我就上我们4楼往下照，结果是烟囱，他们的烟囱，
很矮，刚刚那个1楼上，结果我在找他们店长说，你家油烟，我已经受不了了，你要改善，哦，结果就是我12月22号哈，去成大胸腔内科去看诊，结果他帮我照那个低阶断层，结果是有0.4公分的结节，以后就是半年要追踪那个肺部的结节，他们那个台北的经理有下来说，他们要钻烟囱到4楼，但是他要借我们的墙壁，他的合同师是我如果被他钻的话，以后我们不能再动，我怕说以后要是我们房子有要变动，也不能变动，所以我拒绝他。议员透过实际到现场了解状况，伫咧定真人和业者互相了解了后，餐饮业者表示会继向总公司来积极说明状况。针对这摆的问题，议员嘛呼吁环保局稽查应该要更确实，才袂影响到各方的权益。台南新闻刘品言采访报道。罗里社区连续12档办理模仿电信公登录的活动，希望透过活动，让市民大众对着开台的历史会当有更加清楚的了解，同时嘛会当带动周边的旅游体验活动。宣传记者会期间，罗里社区特别邀请台港国家公园管理处处长张登文、台语文老师刘慧荣、海军陆战队分家难联名的兄弟，以及戏剧《乌水沟传奇》的演员，一同来到宣传。若门地区在1661年郑成功这边登陆以后，到现在大概361年，那这个也见证了我们这个台湾这个地区的开拓史，那留下了很多的文化史迹跟我们发展历程。那今天我们特别办这郑成功登陆的这种情景的重造，那已经陆续了12年了。那这个地区端正活动主要是唤醒大家对这地区的文化历史产业的缅怀，然后大家来共同爱护这个社区，爱护我们的环境。而为什么这次会有剧组人员来协助宣传？原来是因为戏剧《乌水沟传奇》的剧本身就是咧讲郑成功的故事，加上罗里社区大力支援戏剧拍摄，所以该剧制作人刘佩玲特别带领演员做伙来为活动赞声。黑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讲的就是郑成功公元1661年从鹿耳门登陆的一个故事，以这个史实作为背景，讲究小盐务如何励志艰辛唐山过台湾，然后陪着郑成功这些大军登陆，开启汉人文化的一个历史故事。所以说我去年就开始来请教蔡登进理事长，然后有做了一些田调，然后也跟理事长谈合作的部分。那很有荣幸的是，理事长很支持我们乌水沟传奇之郑王赴台，所以他也邀请了我们的海军陆战队的弟兄们来客串我们的郑成功登陆抢滩的一个活动的演出，那非常的有意义，而且对社区的发展，对我们台湾历史的溯源，也是有一个很正向观念的一个影响力。我们结合了影视单位的黑水沟传奇郑成功赴台因为如果社区长期在办理模仿郑成功这个活动呢，得到台北某影视公司他们的支持来这边选景。那最重要的，今年在疫情的之中，我们会很严谨的来办理这个，做好防疫措施，不要让它破口也欢迎所有的乡亲朋友在4月30号早上9点半到鹿耳门溪口去参观我们这一次的活动。登宪361当前，郑成功登陆活动将在4月30号登场。今年的名额只有40人，
主办单位努力社区欢迎学生乡亲对着活动有兴趣的朋友，赶紧报名参加，做伙为趣味的登录活动当中，认识台湾的历史。4月30号，大家做伙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为了响应地球日，台南市环保局17日特别伫基美博物馆举办一场无痕野餐日。活动吸引真侪大小朋友前来参加，现场更甲其他的县市进行连线，做伙宣传地球日。目的就是希望透过一系列的活动，会当提醒大家环保爱地球的重要。投资我们的星球，爱地生活。世界地球日其实不是只有4月22号那一天，它的目的是要唤起呢我们每一个民众呢对地球的一个重视。那今年地球日的主题呢，就是投资我们的星球。那台南市这边推动的一个无痕野餐日。那为什么要叫推动这个活动呢？无痕野餐日，其实我们的希望是，我们每一个市民朋友，不管你到什么地方去休闲也好，或是娱乐也好，或是野餐也好，你自己带去的东西呢，使用完之后呢，不要留下任何的痕迹，也就不要留下任何的垃圾。这当中呢，特别要呼吁就是尽量不要使用一次性的，包括这免洗筷、免洗杯、免洗碗等等，那也尽量减少使用这个塑胶袋的塑制品，那最好能够不要使用。那这样子呢，才能够呢真正是爱我们的地球。活动这天，市长黄伟哲嘛特别来到现场，甲大家同乐，做伙爱地球。我们来这边野餐，快快乐乐带着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野餐，回去的时候不留下一点垃圾，不留下一点痕迹而且是减塑，我们不要用很多塑胶的用品的包装啦，或者是这个一次性的包材啦，或者是一次性的杯子，这部分就是爱护我们的地球，爱护我们的地球都是投资，就是投资我们的地球，就是投资我们的下一代。活动现场不只有野餐，更有真侪闯关游戏，借由寓教于乐的方式，互来参与的大小朋友欢喜佚佗，不只是亲近大自然，更会当认识真侪珍贵的环保正确观念。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这个祝福不是咱普通时啊咧所听的祝福，是一个较是教会内底的节求上帝来祝福蔡议员，和这届是高票当选。咱嘛是这上大的期望就是高票当选。声乐家卢琼荣特别献声支持，同款对着音乐有热情的蔡王全，希望这条祝福会当为蔡王全伫初选民调当中得到祝福，顺利出线。为了争取更多选民支持，议员创全今日嘛特别邀请到立委林静怡陪同扫街拜票。活动期间，议员陈怡丁甲周丽京也拢到场赞声。只要大家团结，只要大家有坚定台湾的力量，会当像林静怡委员安尼，挺身而出，每个人都挺身而出，为正义、为这块土地的民主而战。我们就可以会当摕到上好的成果，会当得到更较大的祝福。真感动，伫咱选举的时阵，会当有老师安尼的歌声，甲遮侪咱地方的朋友做伙来做一个祈祷，做伙来做一个祝福。我想这是非常感动、非常温暖的代志。这嘛是咱台湾的民主上珍惜的部分，就是咱咧选举，咱咧选举咧竞争，其实拢是为着对地方的爱，为着为人民的爱，这是咱上有价值的所在。把握民调封关前的最后一天，立委林静怡陪同市员蔡王全扫街，希望支持者接到电话民调时，会当讲出为支持蔡王全，好好的人才会当继续为民服务。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